啊哈，我阿妈啊，艺术带你好成绩那个，我们刚刚我们有看到种那个古龟溜，含量龟溜，不知道国语怎么讲？种麻，这个呀有种麻呀，麻也是种麻，还好，还这种东西哈，也很感恩呐，老人家，以前的老人，都没有布，也没有什么线，可以做衣服。那老人家，我所看到的是我还很小的时候，是我阿嬷在种这个东西，她也去采这个东西来做那个我们马哈含量古你们喊了么？马哈是古拉，有的人讲古拉是吃的，哈，这个是马哈含量古尼。这个就是用这种线来制作的衣服，好，这个，来，有没有？所以老人家哦，真的以前没有衣服，我记得牧师他有讲过故事给我听，小时候都没有板珠，去上学，板珠是什么？内裤。帮助，帮助，对，帮助对日文。然后呢，老人家都用这样子来做衣服。三里挂你没有穿内裤的小孩子哈，他可以用这个来盖。哎呀，太大了啦！我妈都在旁边。那个衣服是几年份的衣服？很久啊，就是老人家，他们会这样做。小孩子没有裤子啦，他可以这样子弄，然后绑起来。他的绑就看不到了。这样子，以前的老人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简单就好。这种衣服，这个小时候他都在穿去学校。对，70岁而已。那我妈妈婆婆走了以后，我们大家分她做的东西，为了要留念，我就抢到这个东西，所以慢，嗨，大，几年的历史？很久了哦。你从小呢，从国小都在穿这个。你现在几岁？75。到80年差不多了。80年。大概他还没有刚刚生出来也做了，也不一定。是很耐用的，80年的。对，所以说嘛，这个格力哈，老人家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些？对。不是比上拿了个衣服，他能够想到要用这个格力来做，很不简单哈。而且呢，我昨天美惠有拿一些东西给我，他要让我认识是不是这个东西，我说是，结果他拿的都是那个鸡杂哎，老的哈，有的都已经长那个了，所以你要把不起来它的皮，这样。那我今天是格溜这个东西哈，这个皮剥起来它是这样。然后我们把它的皮剥掉，它变成有线出来。我这个还没有晒得很干，你再拍一张，不几张好把再来经呢。其实它做起来，如果这个颜色做起来，原来是这个颜色，你表白呀那姑姑呢？我太聪明了。傻的聪明还要去表白，没有那个原来的那个对，我定啊要那个时候那个妈妈走了以后，我就刚好抢到这一个而已了，大家都分嘛。然后我定爱记得漂白好了那一个，其实它是这个颜色，来，买上过你好，它会比较白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做的时候，它会一丝一丝。好。这个就不要泡了，嘿，那我现在开始讲刚才怎么种给那么甜的阿格溜哈，就像刚才我在外面有的人没有听到哈，用锄头挖像那个种地瓜那样，萨里那夫安尼哈恩
然后再要比住你了，比挖安一，你就在那边一根一根的放，你不能插枝种。这个吉拉米古尼西布这个不会，不能插枝，所以它一定要吉拉米带有根的那些。对，安尼边那个规律都搞啥呀？我为了给你，都很厉害。因为它是常常这样哦，它的根很多，你要一根一根这样子，还蛮呢，就像这样。吉拉米带哦，有根的这种的要种，种了以后呢，因为很多花或是什么树，我们插枝就可以种了它这个不要，它这个不喜欢用这样插枝种，它一定要这样子，吉拉米带这样子挖以后埋起来，要加，好，还能过比包了吗？对呢，大概在。他比较喜欢在潮湿的地方，也不是说发啥的，也不是，希望稍微有那个离松或是潮湿的地方，他很喜欢这样的。嘛，我还伊阿多了，阿多兰，他喜欢长在那边，所以采收的时候马上熬得起来，它长高的时候差不多我们人一样高了，差不多这样就好了，不要超过我们的人，去采就。1岁都老了所以要采的时候，昨天我们的美惠老师，他想要给我知道说哪一个是格溜，这个对不对噻？你阿拉爱把阿拉的过来，结果他拿的东西嘛插就已经X的了，我爱读不格溜，不格溜这样的18岁的海年公来好极了你可以这样子剥，你看它还有那么长，像昨天美惠老师给我的是已经老的了连剥都没有成熟的啦，不啦，既然爱都我都皮拉很少了，所以你一拉它就断了所以你要去采这个东西，如果上还要青少年的，青少年的，还18岁还要，因为没有长，这个比较好用，没有上那个了，没有长，而且呢，这个东西你要用的时候有没有？我们都采回来，那你如果采回来以后，它会绑成1把1把，然后到家里它泡水1夜，1个晚上，泡水1个晚上，早上它就开始剥了，剥好你了，你喊起来，你剥它不是叫比的，喊你了，你喊好嘛，比的该到底你是不是？他喊我公了，好起来18岁喊你了，今年都麻了，就这样子，18岁多，不呢？嗨，吓到人了我每次。吃了那个眼镜妹妹就看不到了。马来都好，马来，然后呢，美惠老师有没有拿那个竹子？有。嗨，也是比苏古里味的。好，把那个等一下大家分这个然后大家做这样。看你做的时候，你来，来，这个吗？哎，tanam pabrik，给大家。你们都有带小刀，不是小刀就可以了吗？看最原始的，叫我还有，不一样。走蜻蜓的，有。我这个也不是专门用的啦我本来是想说我要去海边的丢，我就买这个东西在这边汉子来过，结果都没有时间去海边了，上来多，所以我只好用在这样的地方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水果刀很厉害。
很厉害。没有背面。你说很多烦恼，看你怎么弄。背面啊。这里没有兴趣，我等下刀背。刀背可以。要不要帮你老师？努力呢。安尼见啦。王老师在旁边。上让位。好嘛，给等你来说你。老师你要客气一点点。来，我会啊，这样哈，这个皮呢是这样拿，你的手啊，个还能，那手啊在里面，你这个手一定要放在里面，然后一起这样。哦，你看他会马拉手啊，马拉腹带，啊，会这样子。好，就好了哈。来，大家看这里，等一下你们自己做咯，不是那么容易哦，这个。好，那泡水起来一个晚上，有没？嘿，它泡水了以后，有三个工人的皮，那个皮才会很容易剥掉。你看我拿那个没有力的刀，它的你喊起来，你喊你这个大白了，你看剥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啊，剥掉了哈，它就是要这样，所以喊来你们。啊，皮要分离哈。对对。皮跟纤维要分离。哎，这个就是它的线了。好，那你也可以再这样子。嘛，等爱你了，它也会拉断它的线呢。你看，有没有？自己剥皮。好，还能进来你还得把剥。在那个皮上面。要么，它的格溜啊。这你两个留围了，所以你这个皮要拿掉，所以你要弄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在里面，在线这边，不要在这里。你在这里的话，你怎么弄它不会剥皮？你要在这里的话，按下你说好，啊剥皮哎。是哦，没有线了。你看会这样子，吼，你看。哎。那个现场我们两个根本是在家里一直这样弄啊，啥本来的不能，大家没劲了，我们会吵架。那个不要录了。然后呢，他拿那个刀，他用在抹布那边，他用这样削的，都削不起来。因为他的那个方法就是要这样做，他才会麻了。按他你说的哈，给了也几个礼拜。这边是有线的地方，所以你一定要在这里这样弄。我为什么没有用那个很利的刀？你这样处理它就断了，所以你要用那个没力的刀。没有力的刀。不美丽不能用。不能用。你爱，哦，你做一次这样，慢慢的意思你还按慢慢好，你可以在南路那边洗一洗，因为它有那个，不要故意好不好？表现一下。你看有没有分数？我就是这样，动一动就是流汗。来，好，自动拨开，对不对？自动分离。对，分离式了。离婚了。哎，他们两个就离婚了，这样。他不要照顾你了，整个皮。在家哦。喊那个你那好，所以你看他的皮就这样分开了嘛，好，所以一直用这个刀来去啊，是这样。啊，那个你来这里按你hand，你就再弄其他。完了不起来，我刚才不是说要用刷子这样？哦，你这样弄得很好，我这个没有用刷子。你看那么多呢，一般的你姑娘好才这样而已。对啊。嘿。很繁琐。真的很小。所以。这个真的是大工程。真的要到你garage怎么讲？要年线，嘿，年线上，还garage，但那比garage，你看那个线都很小，对不对？
啊，你看变成这么小，又很长。我说老人家真的很有耐心。我爱不线人啦，那时候都还没有地方买。而且以前的老人都很穷。我不知道他也会想到要用这样，所以他要拿起来。你赶路的时候呢，他用一条一条，你看看这么小条，他要弄成针可以穿进去的小哈。对，所以你那个短的都可以用satu mus，sepihan mitus ni hani kan。对，增加，所以你不要丢掉那个短的，都可以用到。Mahanay好，mahal kisun ni hani你就这样合起来，稍微刷一下，不要撒起扶它底下你找不到它的头了。就一直这样梳头发一样，好好的弄，然后呢，你就给它绑起来晒着，有太阳的时候它就会晒的。我这个还没很干，我这个还没很干，如果很干的话它很白，这样子，对。尤其是泰雅族的老人很会哦。那个阿兰你溜他一直自己转这样子那我们阿美族不会做那样的，我们只好美腿弄出来就是这样。对，这样子好，开始分了。大家做。随便拿，你们各拿几个给你挑。18岁的。可是好像25岁。